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：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拄到关老爷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较歹驾驶的马，有比佫较歹的人会来甲伊砍价。那字句的意思是讲，歹斗阵的人，有比佫较歹的人会来甲伊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恶，读恶第四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恶，也就是恰视，就是咱咧讲的歹看面，咱讲是恶人。古早嘛有人讲是恶狗，另外若是拗客，咱讲是恶客。另外，这个恶嘛无好的意思，像讲心肝无好，咱讲是恶质，或者是当讲是物件无好。另外有一句话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果，这个恶报就是无好的报应。那恶霸就是形容伫地方做歹代志，欺负百姓的人。也佫有心肝真凶，咱讲这人恶心恶毒。那歹治的镜头，古早讲是恶症。另外，佫有一个音读做恶，像咱讲可恶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恶恰恰，这是形容一个人足歹行；第二个词读做可恶，意思就是互人感觉会讨厌、会反感、会倒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恶人无胆，意思是讲看起来恶恰恰、歹看面的人，其实感觉足可恶，也毋过一般来讲，有可能是较无胆量，有时阵就会互人看破骹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恶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恶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